味道竟然可以咁似，哇！喺呢個大雞髀，大家有冇似曾相識嘅感覺啊？冇錯啦，就係最近好多人發鋪討伐 KFC 落咗架嘅超級好味單品——港式燒味脆皮大雞髀飯。同呢個飯嘅第一次相識係喺2019年揾工途中，諗住去 KFC 求其解決咗個午餐，入到去望咗下個餐牌，咦 KFC 竟然有飯食嘅，抱住肯定係蝦暗料理，但都想試一試嘅心態，點知一啖咬落去，真係驚喜到不得了，個皮薄到可以透光，脆卜卜得嚟呢又唔怕漏喎，個汁啊正到可以就咁就撈一碗白飯啊！竟然今年話冇就冇，落咗架啦！唉，我個心真係離一離啊！冇所謂，我試咗好幾個食譜，終於俾我揾到個9成似嘅。今日就教大家點樣整返呢個傳奇。盡量去街市買呢一種新鮮嘅大雞髀，而且要揀啲雞皮完整嘅，咁樣烤出嚟嘅雞呢就會更加靚啦。原版配方嘅醃料呢就會比較複雜，所以我就直接簡化咗，蔬菜同埋香料都換成屋企比較常見嘅，30克嘅芹菜，30克嘅紅蘿蔔，40克洋蔥，全部都要切斷，仲有40克嘅蒜，20克嘅薑片。調味料部分呢，我就直接擺喺屏幕上。仲有以下嘅香料，用鉸剪將雞髀嘅骨呢剪出嚟，將啲醃料混合埋一齊，用手揸一揸啲蔬菜，放埋啲香料，最後仲要放一殼嘅麥芽糖，可以開始醃雞髀啦。用手按摩下隻雞髀就會好入味啲，放雪櫃冷藏4到6個鐘，我就醃咗足足1晚嘢啦。烤之前要先用水沖洗下表面，擦乾水分，再放入烤箱嘅中下層，用上下火185度烤30分鐘，跟住再轉入空氣炸鍋200度烤10到15分鐘，加速將啲皮嘅表面烤到乾脆為止。最後就嚟做一個港式燒味醬，首先用油將啲紅蘿蔔、芹菜、洋蔥炒腍，再加入香料同埋350克嘅水，半塊濃湯寶，冚蓋慢火煮30分鐘，撈出所有嘅配料之後，再加入老抽、生抽、冰糖、雞粉同埋13香，煮1分鐘就可以關火啦。加入15克嘅檸檬汁，咁呢個港式燒味醬就完成啦。呢個賣相已經9成還原到 KFC 嘅脆皮大雞髀啦，油脂已經俾高溫充分逼走，完全唔會覺得肥膩。淋上酸甜清爽嘅港式燒汁，搭配一碗白飯，食起身真係回味無窮啊！想食又等唔切上架嘅朋友，收藏呢條片，今晚就喐手整返個大雞髀飯啦！